第5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舉辦頒獎典禮，有獲獎中學生表示，將會以嚟自香港嘅航天員黎嘉瑩為榜樣，期待日後為建設航天強國作貢獻。其實好開心，香港真係可以產出一個太空人啦！即係香港首產太空人，我真係好榮幸香港可以喺航天同埋天文方面去發展啦。咁而黎博士嘅呢個新聞，亦都令我更加訂定咗我一定大個都想去成為香港第2或者第3個嘅太空人上火星。亦都有得獎嘅學生話，會以唔同嘅方式作出貢獻，唔一定要做太空人。佢會向工程方向發展，有興趣投身於設計火箭、燃料同相關科技。第5屆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以普及航天科技、培養航天人才為目標，吸引嚟自90間中小學超過500名嘅學生參加，人數創歷嚟嘅新高。主辦方表示，黎嘉瑩踏上太空征程，相信將會激勵更多嘅本地青少年投身航天科技事業。